哎唷，呢次嘅逆線行車犯法行為，估唔撚到俾人拍咗片，仲擺埋上網公審添，真係仆撚街啦！唯有一陣食埋個晚飯，沖埋個靚涼，夜啲先上網出帖，作鳩一下狀同大家講聲道歉啦。做下戲都要㗎啦，呢啲好鳩容易㗎啫，唔撚使急喎。好啦，講返嗰日，因為趕時間開會，又唔撚想兜路嘥時間，所以咪調轉架車反方向嚟行咯。睇落又唔會有意外發生嘅，怕條撚咩？好多人朝早趕住返工，過馬路都唔撚會依足交通規則㗎啦，一樣都亂過馬路㗎喎。最鳩緊要唔好俾人捉到架啫。不過可能今次閪黑，今次逆線行車嘅行為，估唔到會俾人拍到片擺上網，先咁鳩麻煩啫。仲有，人誰無錯呢？今次犯咗少少嘅交通法例啫，又冇搞到有意外傷人同死人冧樓，使乜咁撚緊張啊？如果係搭巴士同小巴冇撚扣安全帶嘅話，呢啲先係嚴重犯法喎，一鳩定要罰交5000蚊㗎。而且最閪衰嘅就係，打份工得嗰10鳩幾萬，加埋津貼都係得20幾萬啫，得咁閪少人工，搞鳩到請唔起司機，其實都好谷撚氣㗎。仲有，大家都知㗎啦，一個樣靚身材好嘅女人，成日要搭交通工具嘅話，真係會好撚容易俾人抽水㗎。最後，有位大師傅都話，做人處事，行為同態度，響人面前，一撚定要識得檢點㗎。呢次俾人偷拍到，係唔閪醒目，冇及清楚啫。下次唔好咁戇鳩啦。好啦，我不姐姐大媽呢條片同大家講咗一個笑話故事，你哋睇完又覺得好唔撚好笑呢？如果覺得開心嘅話，睇完片咪俾撚返個 like 我咯。好啦，不姐姐又要講拜拜咯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下次再見。